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怡姐。A 姐，你不是要出国吗？你如果出国之后啊，你们家的 Mel 波波要怎么办呢？要不要我帮忙啊？哦，我们家这些 Mel 啊，这些猫咪啊，我已经帮它预约好了宠物旅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宠物旅馆不仅会帮你修剪指甲、修剪毛发，而且啊，3餐烹调的是健康又美味，住的环境很好哦。刚刚提到的宠物旅馆，旅馆就是旅馆。旅馆就是旅馆了。其实呢，在宠物旅馆里头哦，真的是把这个宠物照顾得非常好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到，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就把他们家的 Gilly 呢，也常常带去宠物旅馆，而且还设计很特殊的造型哦，让它可以跟主人一起参加 party。而狗狗就是 Gilly。Gilly 啊，就是狗狗没有错哦，而且啊，现在啊，宠物旅馆真的越来越多，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宠物旅馆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呀哈进来进到宠物旅馆，呀哈进来进到宠物旅馆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带大家来看看现在的宠物旅馆到底有多棒。呀，妈咪，你进去了。小姐你好，你好，我想要看一下这个宠物旅馆的一个状况，想要询问狗狗还是猫咪的部分呢？可以先跟我讲一下 Mel 的一个情形吗？他们大概住在哪里？猫咪的部分是柜台旁边的2馆，它是直立式的3层柜，中间有挖空的设计，可以让猫咪活动。然后这边有提供视讯的部分，好贴心哦。另外我也想要看一下 Gilly 会住在哪呢？狗狗的部分是在后面，带你看一下。好啊，谢谢。后面是中大型犬区，这边是小型犬区。那大小狗我们都会把它们分开。哦，这样子又安全又宽敞，真的很好哎。明华，你看看现在宠物旅馆是不是真的好棒哦？真的超棒的，因为现在少子化啊，大家都把宠物当小孩养，所以真的是商机无限呢。对呀，所以你看越来越多的宠物旅馆吧，就宠物旅馆的旅馆就叫做旅馆，旅馆就是旅馆了。其实宠物旅馆里头呢，真的把狗狗照顾得很好哦。狗狗就是 Gilly，除了 Gilly 受到很好的照顾之外，我们家的 Mel 啊也受到很棒的照顾哦。Mel 就是猫。Mel 就是猫，没错。所以今天要帮大家复习的一整句话就是：现在越来越多宠物旅馆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呀哈进来进到宠物旅馆，呀哈进来进到宠物旅馆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带大家逛逛现在最时兴的宠物旅馆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